你以為喺呢個爾虞我詐嘅名利場裏面，真係有超越利益、生離死別都拆唔散嘅真情義咩？我成日喺茶餐廳同班後生仔傾偈，佢哋個個都問我同一條問題：四哥，你成日話以前嗰個年代先至有真朋友、真情義，點解而家嘅娛樂圈日日都係為咗資源搶破頭，表面好姊妹，背後就捅你一刀？以前嗰個年代真係有咁嘅人咩？我同你講真話，有。以前我哋7個人，張聰、我、謝賢、陳志強、陳浩、秦祥林、鄧光榮，仲有我哋最細嘅七妹沈殿霞，結拜組成銀色鼠隊。嗰個年代，只要你係我哋其中一個人嘅朋友，就係全部人嘅朋友。有人敢蝦我哋其中一個，其他6個一定企出嚟同你死過。講起呢隊銀色鼠隊，靈感其實係嚟自荷里活巨星癲馬田嗰隊同名嘅樂隊。當年我哋7個成日玩埋一齊，感情好到不得了。有位前輩記者話：你哋7個咁啱 key， 不如學荷里活咁搞翻隊鼠隊啦。就係咁，我哋正式結拜。大哥係張聰，二哥就係我，3哥陳志強，4哥陳豪，5哥秦祥林，6哥鄧光榮。而肥姐年紀最細，就係我哋最實嘅七妹。你知唔知當年我哋有幾啲？邊個有事，其餘6個一定出現。我哋7個人唔問酬勞，為對方投資嘅電影客串，二話不說就企出嚟撐兄弟。呢種義氣唔係講客就算，係真係用行動去做。到咗2004年，成龍安排我哋7個飛去上海紅球。嗰陣我哋已經20年冇齊人聚過，但一見面嗰種感覺即刻翻晒嚟，好似乜嘢都冇變過。喺呢7個人入面，肥姐雖然係最細嗰個，但佢身上嗰種情義同大局觀，連我哋幾個做哥哥嘅都心服口服。成個香港都叫佢開心果。但你唔知，佢可以喺演藝圈紅足一世，受到所有人嘅尊重，靠嘅絕對唔係好彩，而係真正嘅有情有義。我同你講，演藝圈係全世界最功利嘅地方。你紅嘅時候，身邊全部係好人，個個都話同你係兄弟。你一落難，狗都唔會理你。但肥姐絕對唔係呢種人。無論係當年仲係嗨星嘅新人，定係事已跌到谷底嘅老友，只要揾到佢，佢幫到手嘅絕對二話不說。佢幫人從來唔會睇你有冇利用價值，佢淨係睇你係咪真心朋友。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做人最頂級嘅教養，唔好拜高踩低。肥姐用佢一生嘅熱心腸話俾全世界聽，乜嘢叫做真正嘅雪中送炭。佢幫過幾多人？張國榮患抑鬱嗰陣，佢係其中一個最早發現唔對路嘅人，成日特登放下工作陪佢傾偈飲茶。所以哥哥臨走前封遺書，除咗多謝至愛堂先生，唯一點名多謝嘅就係肥姐。曾志偉當年由電影幕後轉做主持，俾人睇死，係肥姐一手將佢拉入歡樂今宵，幫佢企穩陣腳。後來曾志偉出事，個個同佢劃清界線，又係肥姐唔怕麻煩拉佢上公益節目，幫佢挽回形象。肥姐對新人嘅好係有晒記錄嘅。佢唔會因為對方未紅就唔晒人，反而會主動提樓。佢成日同人講，做人要幫得就幫你，今日幫人，聽人哋都會幫你。呢句說話聽落簡單，但真正做到嘅人有幾多？唔好話娛樂圈，就算你喺普通辦公室，有幾多人可以做到肥姐咁，喺人哋最冇運行嘅時候伸出援手。大多數人見到你跌唔踩到一腳已經算偷笑。如果你都掛住以前嗰個有情有義嘅香港，想聽多啲老江湖講真正嘅港語傳奇同處世智慧，記得即刻急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等我話俾你聽更多肥姐嘅感人往事跟實。四哥，我哋繼續講好啦。講完肥姐雪中送炭嘅故事，你可能已經開始明白佢呢個人有幾咁唔同，但呢個只係佢性格嘅一面。佢仲有一種本事係你估唔到嘅，
就係佢可以將一班性格咁強嘅人凝聚喺一齊。講翻我哋銀色鼠隊嗰陣，你知唔知我哋7個男人個個都係性格火爆、唔肯認輸嘅人？大哥張聰係硬漢，六哥鄧光榮直頭係火爆浪子，連我自己都係唔中意俾人管嘅人。但每次有人嗌交，有唔會有拗撬，最後邊個出嚟拆掂佢？永遠係肥姐。佢唔會偏幫邊個，唔會火上加油，佢淨係用佢嗰種獨有嘅方法，又氹又笑，3兩下就將班大佬嘅火氣撳平。佢寧願自己受啲委屈，自己食啲雞，都唔會俾朋友之間有條刺。佢個心永遠裝住身邊每一個人，邊個生日，邊個有麻煩，邊個需要幫手，佢全部記得一清二楚。呢種細心，呢種將朋友放喺第一位嘅性格，就係佢可以凝聚半個香港演藝圈嘅原因。有一次鄧光榮同人嘈交，嘈到好大件事，差啲要動手。肥姐知道之後，即刻飛車去揾爸，企喺2個大男人中間，用佢嗰個招牌笑容，又笑又氹，最後竟然真係俾佢撳平咗。你話一個女人可以有呢種膽識同智慧，邊個夠膽話佢淨係得個開心果咁簡單？佢嘅開心係有智慧喺入面噶。六哥鄧光榮呢條友，圈中個個都驚佢幾分，但就係肥姐搞得掂佢。肥姐走咗之後，鄧光榮喺佢嘅追思會上，當住全香港人嘅面大鬧鄭少秋，質問佢咁多年嚟對肥姐做過啲乜？你話呢種兄妹情去到邊度揾？你諗下，一個人有錢有勢，你可以買到人哋嘅尊重，但你買唔到人哋嘅心。肥姐唔係用錢去收買人，佢係用真心去換真心。佢對人好係發自內心嘅好，冇計神冇目的。所以佢離開之後，張學友當佢係義母，張國榮臨走前封遺書都要多謝佢。一個人如果只係表面風光，點會有咁多人真心高掛住佢？講完佢對朋友嘅好，跟住落嚟呢個話題可能會令你有啲心酸，但亦都係肥姐最令人佩服嘅地方，就係佢面對感情變故嗰種硬淨同體面。講起肥姐嘅感情，大家都知道佢同鄭少秋嗰段往事，呢段緣分嘅開始本身就係一個誤會。當年鄭少秋同花旦深深拍拖，深深託肥姐將一封分手信交俾鄭少秋，肥姐以為係情信，興高采烈咁遞俾佢，點知鄭少秋睇完喊到收唔到聲。肥姐個心過意唔去，驚佢會為情自殺，就日日約佢出嚟散心、睇戲、食飯，接觸多咗，佢發現鄭少秋其實好顧家、好孝順，工作態度認真，同佢個花忽外表完全唔同，就係咁。2個人擦出愛火花，你話命運呢家嘢真係估唔到，一個幫人送信嘅中間人，最後竟然變咗女主角。肥姐後嚟喺自己寫嘅文章入面講過，人的感情真係冇法解釋，要發生嘅就會發生。當年佢同鄭少秋一齊嗰陣，肥姐已經係紅透半邊天嘅台柱，而鄭少秋只係一個啱啱出道嘅新人。但佢為咗呢個男人低過幾多次頭，揾監製、揾武術指導，甚至不惜下跪去求人，就係為咗幫佢爭取角色。佢用自己嘅人脈同資源，將一個冇人識嘅小演員捧到變成家喻戶曉嘅秋官。我同你講真話，當年我哋幾個做哥哥嘅，有邊個未勸過佢？鄧光榮直頭話到出口，話鄭少秋呢個人靠唔住，心地唔順。我都有同佢講過，拍拖一定要睇清楚對方人品先至好信到十足。但你知唔知佢點答我？佢話4哥，我信佢，就係呢3個字。佢信咗一個人14年，肥姐呢個人就係咁。佢一旦信一個人，就會信到十足，完全唔會諗自己有冇機會受傷。佢對朋友係咁，對愛情都係咁。你話佢傻，可能係，但你話佢真情，絕對係佢用自己嘅方式去愛一個佢認為值得愛嘅人。即使最後結果唔好，
佢都從來冇後悔過自己付出過。結果呢，1984年，鄭少秋去台灣拍楚留香新泉同台灣女星官精華騰住，肥姐聽到風聲跑去質問，鄭少秋唔認賬，反而話：你唔信我，咁我哋即刻結婚。同居11年都冇提過結婚，而家俾人逼到牆角，竟然用結婚嚟做擋箭牌。肥姐嗰陣仲係傻，以為張結婚證書可以鎖住一個男人嘅心。佢哋倉促喺加拿大註冊，甚至趕唔切訂做婚紗，為咗保住段婚姻，42歲嘅肥姐頂住高血壓同高血糖嘅風險，搏命生咗個女出嚟。佢以為有個 BB 男人就會修心養性，結果呢個女得8個月大。鄭少秋同官精華嘅緋聞就搞到滿城風雨，第2年離婚。鄭少秋轉個頭就娶咗官精華。你話呢個世界仲有冇公道？但最令人佩服嘅係，肥姐受咗咁大嘅委屈，從來冇喺公眾面前失態過，冇鬧過一句，冇公開訴臭過對方。佢話：我發覺自己就係他心目中已冇地位時，強留往人嘅意思。與其跟一個行屍走肉嘅人在一起，不如放走他，大家都開心。佢繼續企喺個台上面，用佢嗰把招牌笑聲，帶俾全香港歡樂。佢將所有嘅眼淚留翻俾自己一個人嘅時候，坐月嗰段時間，佢喊到對眼都花埋，仲患上抑鬱症。頭髮一撮一撮咁甩，要戴假髮示人。但你幾時見過佢將呢啲嘢擺出嚟俾人睇佢？後來自己寫到：我的婚姻雖不開心，但很多人還等住我帶來開心呢。況且我不能停下工作，下後呀，我女兒的生活都必須由我負擔。我要用正面積極嘅工作態度，讓她挺過的幸福。冇頭髮，佢就戴假髮開工。嗰個經典嘅爆炸頭，其實就係戰勝命運嘅恩作。呢種專業，呢種對觀眾嘅尊重，你喺而家嘅娛樂圈仲揾唔揾到？2桑2年，佢主持《掌聲背後》呢個節目，第一個請嘅嘉賓就係鄭少秋。你話呢個女人個心有幾化？佢坐喺度笑住問咗一句，呢句說話佢屈喺心入面10幾年。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好耐啦。今日借呢個機會問下你，你淨係答 yes 或 no 就得。究竟咁多年嚟，你有冇真正咁中意過我？鄭少秋窒咗一窒，話：我好中意你啊！佢聽到之後笑咗，眼眶紅咗，但冇俾滴眼淚跌出嚟。呢個就係佢留俾自己最後嘅體面。一個人如果冇骨氣，佢做唔到呢一點。有情有義嘅人唔係冇眼淚冇軟肋，而係佢哋有極強嘅骨氣。愛嘅時候傾盡全力，走嘅時候體面硬氣。呢個就係肥姐一個輸咗段感情，但贏咗全世界尊重嘅女人。肥姐走之前，仲做咗一個更加令人心酸嘅決定。佢知道自己時日冇多，將所有嘅財產成立信託基金留俾個女，但規定要等到35歲先可以動用。佢唔係唔信個女，而係佢知道自己走咗之後，個女仲細，如果大筆錢擺喺度，可能會害咗佢。佢要個女學識自己企起身，學識自己揾食，學識做人要有骨氣。佢同鄭欣宜協議，每個月只可以從信託基金提取約2萬蚊生活費。佢仲委託咗前夫鄭少秋好友陳淑芬等人做信託嘅監察人。一個俾前夫傷到咁深嘅女人，去到生命最後一刻，竟然仲信得過佢將自己個女嘅將嚟交託俾佢。你話呢個女人個心要裝得幾多嘢，先至可以將所有恩怨放低？佢唔係唔記得，佢係選擇圓融，選擇將個女嘅福祉放喺第一位。你以前係咪都每個禮拜睇肥姐嘅節目？喺你記憶入面，肥姐最吸引你嘅係乜嘢？歡迎喺下面嘅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你對肥姐嘅懷念。你一個留言可以令到其他人都記得佢嘅。好，肥姐雖然走咗咁多年，
但直到今日，每逢有人講起香港演藝圈嘅黃金時代，講起邊個最值得人尊重，冇一個人會漏咗佢。佢離開嗰日，成個香港嘅市民自發去送佢。靈堂外面嘅花圈擺到出晒馬路，電視台做特輯紀念佢，連平時最中意畫八卦嘅雜誌都全部收晒聲。你話呢個世界有幾多人走嘅時候可以有呢種全面？佢係第一個，亦係唯一一個可以永久免費使用紅磡海底隧道嘅市民。因為1972年隧道通車嗰日，佢係第一個搭車穿過嘅乘客。加拿大溫哥華政府將2008年6月1號定為肥肥日，由市長親自頒發獎狀。呢啲殊榮，邊個夠膽話佢只係一個普通藝人？我同你講真話，名利場入面嘅繁華全部都係暫時嘅。你紅嘅時候，掌聲可以好大，但當你謝幕嗰日，仲有幾多人真心記得你？名氣會過期，財富會流失，銀行簿仔嘅數字會變零，但你留喺呢個世界上嘅人品，你嘅有情有義，先至會俾人記足一世。肥姐就係呢種人，佢走咗，但佢嘅精神仲喺度，仲喺每一個識佢嘅人個心入面。我見過太多人後生嗰陣風風火火，以為自己好威，以為自己嘅名氣可以帶入棺材，結果呢，一退休一過氣，邊個會記得佢？邊個會掛住佢？但肥姐唔同，佢唔係靠八卦新聞，唔係靠炒作去令人記住佢，佢靠嘅係佢對朋友嘅真心，佢對身邊每一個人嘅好，佢嗰種寧願自己食虧都唔會辜負人嘅義氣。我仲好記得佢走之前嗰段日子，佢病得好嚴重，但佢依然堅持要錄影最後嘅節目。佢嘅身體已經好虛弱，但佢企喺台上對住鏡頭，依然笑得好深藍。佢話：我唔想觀眾擔心，我想佢哋記得嘅係開心嘅我。一個女人要用幾大嘅意志力，先至可以喺自己生命最後嘅時刻，仲顧住觀眾嘅感受。呢個就係佢永遠將別人放喺自己前面。佢病情最嚴重嘅時候，肝臟主瘤重達2.7公斤，手術做咗20個鐘先完成。之後又出現腸穿孔尿毒，不幾次昏迷。但佢記掛住嘅始終係個女，佢帶住重病同個女上 TVB 台慶表演，打咗2支強心針先頂得住。佢託孤俾劉家昌、狄波拉一班老友，求佢哋將嚟照顧鄭怡。呢個女人用盡最後一口氣，都要為個女鋪好條路。我成日都話，一個人嘅價值唔係睇佢有幾多錢，有幾出名，而係睇佢走個人，有幾多人真心為佢流眼淚。肥姐走個人，成個香港嘅市民都流住淚送佢。呢個就係佢一生最大嘅成就。佢用佢嘅一生話俾我哋聽，乜嘢叫做真正嘅有情有義。老江湖睇透咗呢個世界幾十年，最後想同你講一句真心話。喺呢個功利到極點嘅社會入面，你千祈唔好丟掉你嘅真誠同善良。你可能會覺得對人好會俾人呃，付出會俾人利用，但我話你知，呢啲只係一時嘅。長遠嚟講，你點樣對人，呢個世界，個世界就會點樣對翻你。肥姐就係最好嘅例子，佢幫過咁多人，佢走嘅時候，嗰啲人全部企出嚟送佢。張學友當佢係父母，張國榮臨走前封遺書都要多謝佢。曾志偉每次講起佢都眼濕濕。呢啲唔係錢可以買到嘅嘢，呢啲係真心換翻嚟嘅。你對人好，人哋會記住；你幫過人，人哋會感恩。呢個世界雖然現實，但並唔係完全冇希望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學下肥姐咁做一個講義氣、有骨氣、懂感恩嘅人，對朋友真誠啲，對身邊嘅人好啲，唔好計較太多得失。你今日付出嘅溫暖，將來一定會變成你人生最大嘅福報。呢個唔係講笑，而係我活咗幾十年，見過咁多人來來去去之後，唯一可以肯定嘅道理，
如果你都深受肥姐嘅感情同精神打動，覺得呢個世界仲需要更多好似佢咁有情有義嘅人，請你一定要幫手點個讚，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一個人嘅力量好細，但如果每一個睇到呢條片嘅人都將呢份精神傳開去，呢個世界會唔同好多。仲有記得撳埋下面個訂閱掣，同埋開埋個小暗燈。我想問你一句，你喺生活入面有冇遇到過真正有情有義嘅朋友？有冇試過喺你最困難嘅時候，有人二話不說企出嚟撐你？歡迎你喺下面嘅留言區分享你嘅故事同感悟。你嘅一個故事可能會令到其他人相信呢個世界仲有真心。我哋下期再見到時，再同你哋傾多啲港娛傳奇同人生智慧。保重。